你讲快回出来，我阿买讲对仔讲无。东东哦，过来过来看一下，这是妈妈特意给你种的青菜，今天才刚摘回来。等会你自己煮一份给妈妈吃好不好？好 ，OK。才知道东东不舒服，爸爸妈妈今天早上还7点钟早就去市场去买那个猪肝和粉肠回来吃，因为上回东东说啊，他特别喜欢吃猪肝和粉肠。我们家，对呀对呀。这样的爸爸妈妈好不好？东东说妈妈负责摘回来，他负责洗，然后煮给妈妈吃。看这婆媳关系刚刚的，是吧？妈妈摘你煮啊。对，ล้างผักแตงกินให้แม่ย่ากินไปเลยแม่ย่าเก็บมาแล้วก็แตงให้แม่ย่ากิน。好的，正好妈妈又买了猪肝和那个粉肠回来，等一下煮点猪肝粉肠汤，然后把青菜下到里面去。粉肠煮好了，现在东东要把粉肠和猪肝捞出来，准备下青菜，婆青菜，加上媳妇煮猪肝，先要放在里面煮软一点，然后再放菜叶。这一餐完美了。看，还帮我妈妈拿碗，因为我妈妈今天呢有点高血压，所以吃不了别的东西，所以东东也就给她特意煮了这个汤。不读么我叫不？我叫。这个东东还给我妈妈盛饭。说真的，东东每天的话都会煮饭，然后吃完饭的话，基本上每天他都会主动洗碗。他也知道妈妈每天要去干活也不容易。我好ให้แม่กินดู喂，好，真的吗？哦，电不爱煮吧不？行。喂，好，我们去切猪肝去了。和东东回来之后，我妈就专门给我们种了好多青菜。我妈说东东要生2胎了，怀了孕，眼看春节就要到了，自己多种点菜，也天然环保一点，供我们过年还有我媳妇以后坐月子的时候吃。我就跟着我爸过来走走看看，如今这些水井都荒废了，这个叫做月牙井。小时候我们经常来这里洗澡洗衣服，如今这个井应该已经荒废有10来年了吧。以前这里没有这种杂草，什么都没有，都是铺了水泥的，干干净净。我们就在这里拿着铁桶打水，一边洗澡一边玩耍。这边还有一个4方井，那也是洗澡用的。这个井呢，更大的作用就是以前我们连队供水的话，就是通过那个大水泵，然后抽上，以前顶上还有一个大的水塔，如今已经塌了。然后呢，这里有一个泵，然后抽水上去给我们喝的。所以说这里满满都是我们儿时的回忆啊！哇，真是不容易，这里山路崎岖。这些菜都是我妈新摘的，今年长势不错。你看这葱多漂亮！这些都是汤菜，长势真的是很不错。早上我妈他们2个还早就过来摘了这些菜回家，大家可以看得到，这种青菜啊，全都是没有打农药的，纯天然的。现在好多菜叶上都有这个虫子吃。看这啊，神菇来都真会跑嘞。看这里，说实在话真不容易。这里是一个小山沟，以前的话种满了香蕉，如今的话都荒废完了。
就只有我爸我妈，还想着我们早早就下来开荒，给我们种上了好多青菜，还有这四季豆，这四季豆也长得很漂亮，还搭上了这个竹竿，让它好好顺着往上长。希望我们呢，来年的生活也能像这四季豆一样，节节的往上增，节节的盘着往上涨。也希望所有看到我视频的粉丝们也一样，生活是越来越好啊！好了，这一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就点个评论加关注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哦，我们这边叫做昂固，看爬上这坡的陡势相当的高，现在好多人了，别说是老人，我自爬上去都吃力啊。